如果让郑中基担任音综导师，估计很多選手都沒有站在舞台上演出的機會。他的毒舌連王校長都自愧弗如。鄭中基在評價陳奕迅唱歌時，曾直言：佢又唔係調嘅，佢亂調啫喺度有時。說鄧紫棋含紅飆高音是在騙不懂行的聽眾。係咪？即係你有時唔需要即係高音係咯，即係其實即係唱嗰個明明柔情嘅係咪先？係咁即係漣漪，你唔使做到漣漪。高人氣音綜蒙面唱將曾向鄭中基拋出橄欖枝，卻慘遭對方拒絕。鄭中基對此作出回應，稱自己不會去綜藝節目上演戲。你一聽就知啦，根本就喺度做戲。即係其實我都戥嗰啲評判，即係頭先我講嘅嘢，我戥你尷尬。你啲評判仲話身為歌手，仲話前輩，你咁都聽唔到，咁你咁都聽唔到，你點做前輩？點去做評判啫？係咪先？有一期蒙面唱將李克勤受邀登台。香港人嗎？香港歌手。是誰呀？許志安吧。廣東話很標準，對不對？香港人。應該香港人。香港人。難倒我們了，我還以為我們一定猜得到。李克勤這麼富有辨識度的聲音，身為樂壇同僚的評委們卻裝模作樣的猜來猜去，讓鄭中基大為惱火。李克勤去做蒙面歌王，邊有可能認唔到李克勤把聲嘅啫？佢把聲咁突出，佢哋一聽就知啦，根本就喺度做戲。最讓鄭中基反感的是，大多數音綜都是前輩在台上表演，後輩在台下瞎評，因此他拒絕出席這種粗製濫造的音樂節目。鄭中基不僅犀利吐槽蒙面唱將，隔壁的歌手也未能逃脫他的點名批評。歌手同樣邀請過鄭中基，他卻說裡邊的歌手大部分只會向不懂行的觀眾炫技，根本不明白什麼是有感情的唱歌。很多播出時的歌曲也是提前經過修音，不能真的再進行唱功比拼。不僅開噴音綜，鄭中基連老東家環球唱片都一樣開隊。去年3月，太極樂隊主唱唐毅聰去世，香港樂壇的歌手們紛紛發文悼念，環球唱片卻在悼念博文中附上唐毅聰的唱片鏈接，被鄭中基痛罵發死人財。全港敢這樣指着鼻子罵唱片巨頭環球的，恐怕也只有太子爺之稱的鄭中基了。鄭中基之所以能犀利評價音樂界，不僅要歸功於他的父親是香港音樂界的教父，這也源自於鄭中基自身的音樂實力。就連有着 K 歌之王稱呼的陳奕迅，都曾在與鄭中基的比拼中甘拜下風。陳奕迅大概做夢也想不到，鄭中基竟能無賴到這種程度。2005年金曲獎頒獎現場，在揭曉年度10佳金曲時，主持人脫口而出鄭中基的名字，讓陳奕迅當場表情管理失敗。2005年到10大勁歌金曲頒獎典禮10大勁歌金曲嘅金獎得主係無賴鄭中基，無賴。此時因為2000年飛機門事件醜聞纏身的鄭中基已經淡出歌壇數年，陳奕迅自然沒將奪冠的心思留意在激進退圈的小師弟身上。本想用代表作《夕陽無限好》驚豔全場的陳奕迅，接下來卻被小師弟一曲無賴搶走了晚會的所有風頭。我間中飲醉酒，很喜歡自由，常犯錯說謊，但總會內疚。當得知獲獎人是鄭中基時，陳奕迅立刻收斂了笑容，並在鄭中基發表獲獎感言時十分不爽又夾雜不屑地為對方慢速鼓掌。雖然陳奕迅已經憑借林夕神作詞的《夕陽無限好》狂攬樂壇4大獎項，但鄭中基的這首無賴實在太過傳神。他講述了一個小人物不得志時的感情沉浮，一經傳唱就引起不少人的共鳴，還將鄭中基抬到了歌神張學友接班人的地位。說到背景，鄭中基父親是掌控港圈半壁江山的教父鄭東漢，鄧麗君、譚詠麟、張國榮等著名歌手都是出自他的栽培。有這樣的成長環境，從小飽受音樂熏陶的鄭中基長大後也選擇了進軍樂壇，而他出道時的首次舞台表演就請來了天王張學友助陣。一邊是友情，一邊是愛情，做有的不是為難了自己，是為理想吧，敢為他想吧，愛雖然已不可自拔。鄭中基的嗓音十分有辨識度，即使與天王同台對唱也絲毫不落下風。原本鄭中基在家族和自身的雙重加持下可以潛心鑽研音樂，但2000年一則醜聞的傳出，直接將鄭中基的歌手之路毀於一旦。當時喝醉酒的鄭中基因在起飛途中與機組人員大打出手，導致航班迫降，下機後的他立刻被逮捕，最後還是鄭東漢親自出馬，花了一大筆錢才將鄭中基順利保了出來。但鄭中基的歌壇之路也就此毀於一旦。音樂事業受到重創後，鄭中基短暫的學過攝影，白天給需要的客戶四處跑片子，深夜再回家剪輯，賺錢賺得十分辛苦。
经历过生活的坎坷，郑中基也从年轻时的嚣张气盛，逐渐变得沉稳起来。此时父亲的好友们邀请郑中基去拍戏，而郑中基也痛下决心，抛弃过往带给自己的光环与荣誉，通过拍戏来开创人生的另一番天地。随后郑中基签约 TVB， 成为一名普通艺人。最开始的郑中基因为演技生涩和丑闻缠身，只能演一些不出名的配角，还经常受到剧组人的白眼。但郑中基早已不是以前一点就炸的性格，而是选择将一切默默承受下来。在时间的雕琢打磨下，郑中基的演技愈发出色，展露出喜剧方面的独特天赋。2012年暴龙哥的走红，甚至让他被冠以周星驰接班人的称号。如果说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接星爷周星驰的班，那非喜剧天才郑中基莫属。而家你俾我嚼嗰啲係咩嚟嘅咧嚇？國家權秘方解伏天王人中法。咦，個名好近咁喎！啊，個味咧都好特別，即係你鹹得嚟咧又甜甜地咁樣。哦，因為我有糖尿啊嘛。糖尿？人中法咧係用我啲尿喺強烈嘅陽光下曬749日製煉而成啊嘛。2012年，郑中基因为一句腌咸菜而出圈网络，他也凭借影片中暴龙哥一脚一举拿下金马奖、香港金像奖2个最佳男配角，给他颁奖的还是昔日女友杨千嬅。而郑中基也是因跟杨千嬅分手的缘故，才意外走上了演员路。此前的他本是歌手界的明日之星，更被称作歌神张学友的接班人。然而2000年的飞机门事件之后，郑中基的歌手之路被迫夭折，只能无奈转行演戏。但他因喜剧天赋出彩，不小心又成了周星驰的接班人。2010年，郑中基为观众带来了喜剧片《月光宝盒》，以此致敬周星驰的《大话西游》。虽然豆瓣评分只有5.2，但这却是一部被低估的作品。《月光宝盒》真正的亮点在于它那充满想象力、令人捧腹的恶搞桥段，以及无处不在的明梗暗梗。该片汇集50位著名影星，几乎都是周星驰喜剧电影中的成名配角。电影的开头已经宣示了他无止境的恶搞地位，而影片中不少的搞笑桥段更是致敬星爷的早年电影，让人在捧腹大笑的同时又回味无穷。相比于那些东施效颦的烂片，《月光宝盒》可谓充满周氏无厘头的味道。虽然有人认为郑中基出演的电影总是那么无厘头的搞笑，丝毫没有现实的深意，但也有人认可郑中基的大胆創作，感嘆周星馳的風格終於後繼有人。對於這一爭論，鄭中基在2019年的電影中也給出了自己的解釋。我大膽講句，喜劇演員嚟講咧，將來唔會有一個人咧可以接到周星馳班㗎啦。我話你聽下周仔，一套偉大嘅電影咧，係無論你睇幾多次咧都唔會厭嘅。嗱，周星馳嘅電影咧就做得到啦。年少時曾有望接班張學友，中年卻坦然承認自己不是接班周星馳的料。一代港圈太子爺鄭中基曾少年登頂，也曾中途轉型，如今的他早已步入中年，還擁有一雙可愛的兒女，過着屬於自己平淡卻幸福的生活。被譽為歌神張學友的接班人，喜劇之王周星馳的親傳弟子，與成龍兒子龍太子、小潮人李澤楷相比，似乎他的實力更勝一籌。就連有着港圈太子爺之稱的向佐，見了他都得讓賢。說到底，他們都有着相同的共同點，那就是有着一個在娛樂圈或商界十分牛掰的父親。可今天這位，他不僅拼爹，還拼女人，歌壇表演嫩模界女星無不敗在他西裝褲下，就連失足女都被他收入必潛歸紅名單。他就是香港鼎鼎有名的無賴之王，江湖人稱太子雞的鄭中基。每個無賴的誕生似乎都離不開富貴的家世撐腰，鄭中基也不例外。1972年3月，富二代鄭中基含着金湯匙在中國台灣新竹出生，生來就贏在了起跑線上。鄭中基出生這一天，娛樂圈有頭有臉的人物都悉數到鄭家祝賀，不為別的，就因為他的父親鄭東漢在圈內地位頗高，實力不菲。當年的音樂巨頭寶麗金就是鄭東漢和其他合夥人一起聯手執掌發展起來的，妥妥的公司高管，大半個香港樂壇的人都是鄭東漢一手捧起來的。像鄧麗君、許冠傑、譚詠麟以及四大天王等人，都是在鄭東漢的培養下成為了巨星。因此，鄭東漢在香港樂壇有着不可動搖的地位，人稱樂壇教父。在他的帶領下，邁出了華語樂壇的一大步。有着父親的強勢背景，鄭中基出生之後衣食無憂，任性妄為，天不怕地不怕，要什麼有什麼。小時候的鄭中基比較調皮貪玩，沒少惹是生非，鄭東漢可以說是為兒子操碎了心。好在後來鄭中基迷上了音樂，把惹事的時間拿去唱歌，總算有了個正經愛好。作為音樂教父的鄭東漢，自然積極為兒子鋪路。放暑假的時候，鄭東漢把鄭中基安排到公司錄音室當暑期工，所以鄭中基從小見遍了各種大大小小的歌星，耳濡目染，頗有音樂天賦。
1995年，郑中基在张学友为专辑《过敏世界》录音期间，得到监制欧丁玉给予的机会，为这张专辑唱和声，并在这期间和张学友一起拜师学艺。此时的郑中基可只有15岁，15岁就能成为签约歌手，圈内有几个人能做到？如果不是郑东汉的儿子，但有音乐天赋，没有人脉的话，必然是没有这个机会接触到制作人的。所以说，投胎真的是门技术活，任你天时地利与人和，都不如有个好爹重要。郑中基在老爹的照拂下，资源不断，还发行了第1张粤语专辑《情深》，因其独特的嗓音和张学友的认可，迅速成名，更是一度被称为张学友接班人。至于陈奕迅就比较苦逼了，没什么背景的他辗转各大唱歌选秀比赛，寻找出头的机会。经过多次浴血奋战，终于拿到了某选秀节目冠军，一战成名。然而在评选新人王时，陈奕迅遇上了郑中基，最终不敌郑中基，痛失新人王。至此之后，郑中基和陈奕迅作为冉冉升起的2大歌星，逐渐成为了竞争对手。每次有什么歌手奖，这2人都能被提名，可郑中基就好像陈奕迅的克星一样，多次把奖项截胡。正因如此，2人多年以来一直被传不和，表面称兄道弟嘻嘻哈哈，实则明争暗斗。其实郑中基的音乐才华还是有的，不然的话也只能是昙花一现。作为陈奕迅的劲敌，能在乐坛多年屹立不倒，实力不容小觑。如果他能好好发展歌唱事业，日后就没陈奕迅什么事儿了。可偏偏这位港圈太子爷就不是个安分的人，尤其在男女关系上，那叫一个玩得骚。1999年，郑中基为杨千嬅创作了一首名为《仲春3日》的歌曲，歌名是杨千嬅的诞辰，歌词更是写道：希望就在仲春3日，你的深沉向全天下揭露，你是我的皇后。这就是现实版的富二代当红歌星是爱上名不见经传小歌手的戏本子。热恋的2人在从最初的形影不离到最后的分道扬镳，主要离不开2个字：偷吃。1997年，平时没少偷吃的郑中基瞄上了身边年轻美貌的女助手，还没买票就已经上了女助手的车。谁知道命中率那么高，女助手竟然怀上了他的孩子。本来郑中基只是想玩玩而已，根本就没想过要负责，吓得他直接辞退了女助手，还逼迫女助手赶紧去剁掉。此事被称为打胎门。逼迫女助理的事情很快就被传了出去，郑中基成为了众矢之的，被骂是脚踏2只船和不负责任的渣男。还好郑东汉及时出手，为儿子收拾烂摊子，还给了女助手几百万作为安抚费，这件事才得以解决。每次郑中基在外面犯了错，都有老爹替他收拾烂摊子。等收拾烂摊子完了，郑中基又会回到杨千嬅身边哄她原谅。可惜此时2人因为聚多离少，感情早已被冲淡了不少。奈何郑中基又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人，趁着女友不在身边，他又跑去寻花问柳，各种绯闻缠身，其中和张柏芝的绯闻更是被传得沸沸扬扬。身心疲惫的杨千嬅只能忍痛斩断情丝。这一边杨千嬅伤心不已，郁郁寡欢，另一边郑中基照样花天酒地，好生快活。都说喝酒误事，郑中基因为爱喝酒，还真整出了一件大事。2000年，郑中基在跨国航班上喝得烂醉如泥，甚至在肆无忌惮的飞机上大声喧哗和抽烟。面对空姐的温馨提示，郑中基反而是拳脚相加，可见此人酒品如此之差。束手无措之下，飞机只好临时迫降。飞机一落地，郑中基就再次被 FBI 直接抓了起来。与上次如出一辙的是，郑中基只是多了个案底。尽管郑中基没有因为此事吃牢饭，但他被签约的音乐公司解约，音乐事业受阻。郑东汉尽量托关系把事情压了下来，可郑中基还是名声狼藉，变成了劣迹艺人。因其不良行为，甚至被骂作是烂人，没人敢找他合作歌曲。那时候郑中基只能先暂避风头，淡出歌坛，在父亲的牵线搭桥之下转战演艺圈。此举给了陈奕迅喘息的机会。趁着郑中基出事，陈奕迅扶摇直上，一跃成为乐坛名将，吸粉无数。虽说人品被人诟病，但郑中基确实是个人才，不管是唱歌还是演戏都能游刃有余，堪称干啥啥都行。转战演艺圈的他在演戏上表现出了过人的天赋，什么样的角色都能适应。后来更是不走寻常路，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风格，走起了喜剧路线。有着不少经典的喜剧作品，如《行运超人》《心想事成》《月光宝盒》《恶人报喜》。郑中基主演的喜剧电影大多数票房都不错，喜剧效果出奇的好。凭借着独特的喜剧风格，在演艺圈站稳了脚跟。因为无厘头的表演方式和星爷相似，郑中基还被港媒称作是周星驰的接班人。
郑中基也凭借笑剧人设积累了些路人缘，挽回了几近崩溃的口碑。靠着喜剧电影翻身，郑中基又重回歌坛，在演艺圈和歌界来回征战，口碑有所回升。正当人们慢慢淡忘他以前做过的那些混账事的时候，不安分的郑中基又惹事了。2005年，郑中基因不满被追访和记者爆发冲突，一怒之下狂 K 记者，混乱中一名记者被人击中脸部，惊动了警方。此事最后被定义为袭击。也是在这一年，他和作词作曲人李俊一沟通后，唱出了那首经典曲目《无赖》。2006年，一年一度的10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陈奕迅和郑中基等人应邀参加。彼时的陈奕迅今非昔比，歌唱事业如火如荼，唱功了得，并且没有什么绯闻，口碑甚佳，人气也颇高。而郑中基经过一系列嚣张行径，形象一落千丈，声名狼藉，因此陈奕迅得奖的呼声很高。谁也没想到的是，最后的金曲奖得主竟是郑中基的《无赖》。郑中基的《无赖》气得陈奕迅当场黑脸，对着陈奕迅刷完《无赖》后，郑中基兴高采烈，转身跑去庆祝。他的庆祝方式也很特别，邀请一位失足妇女到自己家里彻夜谈心。郑中基万万没想到，这位失足妇女是个为了上位不择手段的狠人。失足妇女刚从郑中基家出来，转头就和记者爆料，自己在郑中基家中过夜的时候，发现了不少女星的照片。一时间，郑中基又卷入了招妓门。众多黑料缠身的郑中基索然破罐子破摔，不仅懒得再解释，而且彻底放飞了自我。他一会儿和电台女主纠缠不清，一会儿又被拍到和比基尼美女打得火辣，之后又和杨颖传出了绯闻。总之，花边新闻就没断过。2010年，绯闻缠身的郑中基再次引发娱乐圈的地震。这次地震不是和什么女人暧昧的小瓜，而是离婚的大瓜。夫妻2人宣布离婚，结束4年的婚姻关系。原配真容一出，整个娱乐圈都为之一振。离婚之后才知道结婚，堪称那时娱乐圈第一人。至于离婚的原因，官方说辞也就是性格不合、聚少离多之类的。而这场看似和平离婚，实则大家都心知肚明，会走到离婚的局面，和郑中基的花心贪玩脱不了干系。当年甚至有消息称，郑中基是有了新欢杨颖才和妻子离婚的，还有消息说是郑中基脚踏几只船，深陷4角恋。也难怪他会把《无赖》唱给了前妻。饮醉酒，爱自由，常犯错，爱说谎，会内疚，贪新厌旧，怕结婚，不忍心。这些歌词完全就是他个人写照。当红女团用4年青春陪郑中基长大，却抵不过他在长大后成为别的女人身边的好男人。到头来，那些莺莺燕燕都成了一位名叫于思敏女主播的垫脚石。离婚仅1年，郑中基就专门公开声明了自己的恋情。3个月后，2个人居然抱上了孩子。令人意外的是，自从郑中基和于思敏结婚后，郑中基似乎安分了许多。可能是因为孩子的缘故，让这个娱乐圈出名的浪子回头了。2015年，郑中基又得一子，一家4口其乐融融，让人们又相信了爱情。如今，郑中基和于思敏已经熬过了7年之痒，从一个玩世不恭的太子，成为一个顾家的好男人、好丈夫。郑中基知道，家庭才是重中之重。他收起了年轻时候的轻狂，他把过去的感情都一笑了之。他已经不是那个无赖，他是个金不换的好男人郑中基。唯一没有改变的是他那嚣张的性格。这么多年过去了，郑中基还是那么凶猛，不仅炮轰各大歌手节目，还把一线歌王歌后骂了个遍。其中陈奕迅也躲不过被内涵，而他还敢如此嚣张，或许正是因为他有嚣张的底气和资本吧。要你们說，他這無賴到底是憑實力還是憑後台呢？咁樣打，大家好，我係游學修，快啲啊 ，overrun 啊！你都唔使跑係嘛？大家好，我係陳暴龍，我姓陳嘅。嗱，修仔，我睇咗金像獎咁多年咧，我就研究出一個定律嚟。係咩定律咧？你想唔想攞最佳男主角啊？咁啊，都冇話想唔想嘅，你知啦，即係。咁得啦，我今晚就教你點樣攞最佳男配角。嗱，首先你要睇下今屆提名嗰啲人係咩人先？咩人啊？佢哋全部都係衰人嚟，冇一個好人。嗱，你睇姜浩文、林家棟綁架妙齡少女，衰人。秦沛個女都咁大啦，
仲四圍咁溝女，衰人。仲有倉田保昭先生，佢強迫鄧麗欣去打空手道，賤格。阿暴龍哥好似有啲牽強喎。姜浩文喺拆彈專家入邊唔係好人咩？仲有倉田保昭喺呢個蕩寇風雲入邊，好似都係好人嚟嘅喎。好人嚟嘅咩？誒，仲有你咧，暴龍哥，你都攞個男配角㗎，你咁好人。游學修，你短短兩句説話，將我頭先講嗰一番説話變成咗廢話，你知唔知？你要攞到提名嘅話，學修，我諗你要改名，要學修聲。回應飛機打人事件。什麼時候以後就沒有看到鄭中基？就是發生了那個飛機上的事情。對，7、8年了。7年多，差不多8年。7年多了。對，那件事情以後就沒有來過台北，為什麼？啊，其實有，發生那個飛機事件之後，有發了一個專輯，就是2000年發了一個叫許願樹的專輯，然後之後就沒有來。對。沒有工作，一點工作都沒有，沒人找然後經紀人去跟人家，比如說敲一些通告啊，演戲，比如說一些小的角色啊，那些都沒有。那台灣更不用說，就是那個時候發片沒有得發，演唱會更不用講，所以就後來那個事情以後，許願樹發片的情形就改變很大了嗎？對，就立刻受到影響了。對，那個銷售真的很慘。所以就馬上可以感覺到那種人生現實的一面，對不對？我想可能你從小到大到那個時候才感覺到，哇，對，原來會這樣。對，而且那個時候想，也沒有辦法，因為譬如說你是公眾人物，你很多小朋友都就是認為你是偶像啊，什麼你做什麼他們可能會模仿啊，那肯定就是很多家人都說啊，這個是不好的例子，這樣，所以這個也是可以了解的啦。其實我們人就是很容易忘記。和楊穎一唱一和太逗了。Ronald， 不如我哋傾下跟住落嚟呢一部候選嘅最佳電影《讓子彈飛》啊。好啊。係。係。你覺得點啊？讓子彈飛呢部片咧，俾我睇到嘅係民望。民望？點解啊？呢部片嘅票房有7億5千萬，咁啊成為中國電影史上最高票房一套戲啦，仲要係一人一票投出嚟嘅，仲唔係民望最高？計我話咧，會唔會係因為套電影太深啊，所以啲觀眾睇唔明，入去睇多幾次先係咁高票房咧？唔係話你唔明咩？我好多嘢都唔明。阿姜文就喺度，你即管問，我會代佢答你噶啦。好啊，咁我有啲唔明嘅咧，就係點解套戲一開始嘅時候咧，係4隻馬拉住架列車行嘅咧？唔啱咧，因為架車就冇油，咁喺個軌度咧就又有四隻馬，咁樣咧即係個軌度有馬咧，就即係導演佢表現佢鬼馬嘅一個手法嚟嘅。鬼馬原來係咁，咁我又唔明啦。咁點解啊劉嘉玲俾姜文摸住個心口咁耐嘅咧？咁又即係點啊？嗱，摸住個心口咁耐啊！其實導演咧就好想每次都俾啲驚喜觀眾咁樣嘅。嗱，摸住個心口都估到下㗎啦，但係你估唔估到摸咁耐啊？嗱，估唔到。估唔到咪驚喜啦！哦，原來係咁，煩死了！帶着曾寶儀吐槽劉德華。跟住落嚟呢個頒獎嘉賓咧就好難揾㗎，我覺得。係咩？係嗱，人又靚仔啦，又啱啦。佢講緊我得唔得？唔係你啊。我講下笑啫。人緣又好啦。係啊，係啊。演技又好啦。係啦。生意又做得大啦。係啦。係啊，好難揾啊。我揾到。犀利喎！但係慘就係蠢咧。雖然呢句說話唔係咁中聽，但係咧，你講得啱。你睇下佢咁靚仔，戲又做得好，套戲都係男主角，片酬收唔少啦。點解戇居居走去投資？聽講啊，蝕唔少啊。咪係咯。唔係，我知道其實佢投資好多生意都 OK 㗎。投資好多生意 OK， 投資電影唔 OK 咧。唔係喎，係啊。
佢投資其他電影真係 OK， 冇乜點蝕嘅喎。冇乜點蝕，你一個夠蝕死佢啦。係咯。唔係，冷靜啲，冷靜啲。係你冷靜啲，你冷靜啲，你冷靜啲啦。梗有賺有蝕嘅電影，邊有包賺啦？係咪先？包賺啊！幾緊張啊！得嘅，講笑啫。好，嗱呢段真係講笑，不過跟住嚟咧要講啲好正經嘅説話啦。其實我想代表大會咧，真係要多謝跟住嚟呢位頒獎嘉賓，因為其實佢嘅身份咧攞過金馬影帝啦，攞過金像獎影帝啦，好識。啱啦，好適合頒發咧，即係最佳男主角或者最佳女主角嘅。但係當大會邀請佢頒發跟住落嚟嘅最佳男配角獎嘅時候咧，佢義不容辭咁應承咗。一表示佢真係好支持金像獎。係啊，係。二咧就係、今年嘅男配角好緊張啊！直言古天樂歌曲難聽。覺得你咁大個人喺樂壇度聽過一首歌係最差嘅邊首？哦，呢個唔係你可以估唔估啊？係 bad 唔 bad？你話 bad 你就估。我唔 bad 住唔 bad 住。好勁啊！唔 bad 住唔 bad 住，都夠唔夠啊？真係嗰首我真係聽過，真係哇！阿校長你嗰首《愛在深秋》其實人人話好聽，我覺得垃圾。有冇一首咁嘅歌？古天樂嘅。嗰隻我連個名都唔係好記得。追名林琴啊，好似係㗎，係嘛？佢今期流行，今期流行係今期流行催眠林琴，今期流行催眠林琴。姑仔啊，佢話你聽啊，點解咁難咧？最差呢首我揀。嗰隻快歌嚟嘅，咁係你唔講我真係唔知。咁要配合啲舞蹈嘅，係佢嘅舞姿啊。就同嗰隻歌就唔係好吻合嘅。今期流行催眠林琴，咁唔知係隻舞排得唔好啦，定係隻歌唱得唔好？咁其實佢有咁嘅勇氣，我都覺得值得鼓勵嘅。咁你覺得講開古仔，覺得古仔嘅唱功又如何咧？即係好多人都會話唱歌有時同講嘢把聲唔一樣嘅。係啊，咁佢就做到好連貫，即係呢樣嘢係好難得嘅，唔係都好難。一啲老朋友可能會留意到，我間唔中有意無係出名門。鄭中基有一個人盡皆知嘅花名太子基，係因為佢爸爸鄭東漢係唱片公司老闆。唱片公司老闆呢個名頭其實都概括唔到鄭東漢有幾犀利。正確嚟講，鄭東漢係金牌大風唱片公司總裁，兼前寶麗金亞洲太平洋區總裁、環球唱片亞洲太平洋區總裁、百代唱片亞洲區主席、正東唱片同金牌娛樂創辦人，完全可以話係頭頂香港唱片業半邊天。1972年3月9號，鄭家太子鄭中基出世。鄭東漢除咗係唱片公司高層，佢亦都喺年輕嘅時候曾經組過樂隊。喺 Ronald 成長嘅過程入邊，屋企更加隨時都有各種巨星嚟拜訪。我最記得我媽同我講話，鄧麗君我媽見到我就頭痛㗎啦。點解？唔係啊，我圍住佢走圈啊，即係佢坐喺度，我就圍住佢喺度，衛星咁樣。係啦，喺度走到佢暈。細個個笑係圍鄧麗君老母啊，圍佢老母。幾特別喎，你啲笑都係。喺咁樣嘅環境之下長大 ，Ronald 從細就好中意音樂，好中意唱歌。佢話自己喺3歲嘅時候準備食飯，見人齊就會跳上張台度唱歌，要唱完晒先至俾屋企人食飯，而且唱嘅仲要係浪子心聲。原來呢一首歌嘅吉他就係鄭東漢彈嘅，所以 Ronald 細個嘅時候亦都成日聽到。咁呢一首歌亦都變成咗佢學識吉他嘅第一首歌。呢首歌亦都無形之中為 Ronald 嘅音樂品味同路線奠定咗一個基礎。佢表示自己做嘅歌都會盡量向簡單直接嘅方向去做，因為只有最簡單嘅嘢先至可以歷久常新。所有花巧嘅形式終將都只會係一個短暫嘅潮流。其實喺出道之前，鄭中基據說同關淑怡就有過一段短暫嘅姐弟戀，之後隨住 Ronald 去咗美國留學，因為感情始終未有戰勝距離而分手收場。踏足樂壇。
因為佢把聲嘅條件實在太好，加上佢嘅獨特身份同埋佢本人亦都好中意唱歌，所以漸漸開始幫當紅歌手做和音，比如李克勤嘅《紅日》、譚詠麟嘅《你是我的女人》等等。1995年，張學友嘅御用監製歐丁玉對鄭中基甚為賞識，安排佢正式開始幫張學友做和音，仲同張學友一齊拜師學藝。呢個時候算係佢正式進入咗樂壇。1996年喺台灣推出首張大碟《左右為難》，第一隻主打歌係同張學友合唱嘅《左右為難》。至於點解揀喺台灣出道， Ronald 表示國語歌好唱啲，因為佢之前喺美國學唱歌，佢覺得國語歌同英文嘅唱法比較似。年輕一啲嘅朋友仔可能唔知道，你哋嘅暴龍哥從第一隻專輯開始就紅到不得了，新人首專就喺全亞洲銷量達100萬。1996年尾 ，Ronald 乘勝追擊推出第二隻專輯《別愛我》，全亞洲銷量已經翻咗一番，銷量高達200萬張，成為1990年代後期香港流行音樂界唱片最暢銷嘅新人之一，更被傳媒同歌迷譽為張學友嘅接班人。1997年 Ronald 回流香港，推出第一隻粵語專輯《情深》。1998年推出粵語新歌加國粵語精選專輯《時間人物地點》，一推出就攞咗香港 IFPI 排行榜冠軍。從1996年推出第一隻專輯以嚟，到2000年前 Ronald 就已經推出咗9隻專輯同埋2隻新曲加精選，短短4年就留低咗好多經典名曲。喺呢個期間 Ronald 同楊千嬅嘅戀情亦都係大家嘅焦點所在。1992年兩個人喺 TVB 週末任你點節目中合作相識，傳聞鄭中基追楊千嬅3年，並為佢創作2月3日一曲，唔知到底兩個人係幾時正式開始，但係1999年兩個人嘅戀愛關係就畫上咗句號。另外，原來楊千嬅1999年專輯《夏天的故事》入邊嘅《Bombay》呢首歌，都係鄭中基作曲、編曲、監製嘅。千嬅行一個好嘅女朋友就梗係啦，咁如果唔係，我以前都唔會追佢啦。咁幾好嘅，幾好嘅。如果而家俾個機會俾你哋，準備個喊啊！冇，我嘅。你一頭你想喊就喊，你覺得冇安全感？即係突然間諗起啲嘢，所以就唔好意思啦，我早知你太子出事。點解我哋上面要着重去講係喺2000年之前呢？因為喺2000年2月 Ronald 搭上咗嗰班從洛杉磯到台灣嘅飛機。2000年，鄭中基搭乘班機從洛杉磯回台，卻因為喝醉失態，不僅在機上抽煙，甚至還對空服員動粗。我見到隔離嗰個乘客，佢就成支擺低咗喺度。我話咦得嘅咧？咁我同嗰個空姐講，我又要成支擺喺度。咁嗰個空姐唔，我唔得嘅先生。冇呢啲嘢㗎。我話冇呢啲嘢㗎，呢支佢自己帶嚟㗎。我話咁樣啊？你呢度有 DVP 啊？我有啊，我而家即刻買支，如果真係俾我。開始飲啦。我開始飲。咁我做啲咩咧？係好大聲唱歌啊！唱歌騷擾到人啊嘛，跟住就入咗廁所，好耐都唔出嚟。點知原來就係屙下尿瞓咗，條褲都未開休好凍，就瞓咗。點知敲門就佢就話：敲咗好耐，突然間又聽到我喺入邊唱歌，咁先至開門入嚟，咁就唔得啦。話呢位先生係要開始坐翻埋位啦，唔再 serve 你啦。咁跟住就唔得啦，梗係咁醉咗酒，梗係醉過就醉酒咁啦。咁就仲飲，即係咁寫。我唔記得，佢仲俾你飲醉醒話醉，飲咪唔俾醉嘈啦嘛，係飲唔俾醉就係啦，就係呢啲人我睇得多，估都估唔到，我喺同一時間制服咗3個人，係騎住咗3人喺度，2個空姐，個副機長捉嘅，空姐冇辦法啦，個副機長係因為個機長叫落嚟睇啊嘛，機緊嘅，撳住咗，跟住冇辦法啦，咁唔知點樣嗰個副機長走甩咗，上班佢，咁跟住個機長落嚟啦。就二話不說，就攞支電筒就幫人咗我，就緊急講我，跟住就係啦，一瞓醒就已經扎起咗啦。一瞓醒嗰陣時就喺俾人扣住咗啦喺度，瞓喺醫院，即係佢俾人搏實咗嘛，瞓喺醫院嗰度，跟住就手扣住嘅，跟住乜一醒嗰時就見到，咁我咪即係我見到擘大見到2個即係着西裝 FBI 嚟嘅，跟住我記得佢問我你見到你發生咩事啊 ？FBI 你發夢。一定係發夢啦 ！FBI 先至嘅咩？再發啱啱唔係咯，再無寫，跟住係啊又扣晒腰鏈啊、腳鐐啊咁排晒隊一紮，又墨西哥人，又白人，又黑人，咁全部扣晒喺度，咁啊咁多件我咁樣入去咯。咁有冇入到去嗰啲機樓嗰啲咁樣？有梗係有啦。咁危險啊！俾人笑啫嘛。點解咧？因為電視有賣到啊！即係我你係嗰條傻仔啦。
俾人搏到，即係啲監友。係啊，包到個頭好大個咁樣啊嘛。哦，係咩？但係後尾都發現嗰個揸飛機嗰個人都係成日搏濕人嘅。係，佢係本身有暴力傾向嘅。係，同埋佢係好種族歧視嘅。係，因為佢老婆出咗嚟講嘅，佢老婆係韓國人嚟嘅。喺屋企俾你打過嘅。係啊，喺屋企俾你打飛機嘅。咁唔係賠咗好多錢啫。唔係唔算多啦嗰啲。賠咗錢賠曬咁滯。即係逐個賠啊嘛。係啊，咁你有冇錢還咧？嗰啲咁樣。我總之話俾你聽，你飲咗杯咩酒？我總之話俾你聽，頭嗰幾年即係話哇賣900萬隻碟啊，800萬即係200萬碟嗰啲冇啦。其實除咗墜機事件，佢仲鬧過好多新聞，多次陷入情緒暴躁事件，本身就百厭任性，加上少年得志，早期鄭中基呢3個字出現喺新聞上邊，基本都冇幾件好事。鄭中基喺墜機事件之後，名聲跌到咗谷底，不得不暫別樂壇。混亂時期。根據電台採訪 ，Ronald 其實一早喺1997年推出絕口不提愛你時期就已經開始迷失。當時佢為咗宣傳而經常上台灣嘅綜藝，但係大家嘅焦點從來都唔喺音樂上邊，於是慢慢佢就開始迷失，覺得自己喺音樂上邊或者唔使咁堅持，或者可以妥協去服從唱片公司嘅安排，公司俾咩歌就唱咩歌。Ronald 嘅唱片賣得越嚟越多，佢自己嘅參與度就越嚟越少，而且隨住知名度上升，更加多嘅節目邀請佢，佢亦都變得更加忙，亦都更加冇時間去做音樂。於是佢自己覺得陷入咗一個死循環，有一段時間根本都唔知自己做緊乜嘢，甚至有諗過退居幕後，咁樣仲可以做多啲自己中意嘅音樂。鬱悶嘅佢開始一得閒就揾人飲酒。嗰一段混亂嘅時期，佢表示張學友嘅《屈到病》係最能夠代表佢當時嘅情況，而呢一首歌亦都係佢第一次同張學友唱和音。更換跑道。墜機事件之後，佢嘅事業完全停擺。有一日，谷德超突然間聯繫佢話：你都冇嘢做噶啦，有2個角色你睇下。於是喺2003年，佢拍攝咗《行運超人》，扮女人嘅造型真係令人過目不忘，更加令到佢首度獲提名金像獎最佳男配。香港嘅觀眾突然對鄭中基有咗一個全新嘅認知。之前香港觀眾一講起鄭中基，就會覺得佢係嗰個長頭髮嘅 band 友，喺路上面見到佢都唔敢同佢講嘢。《行運超人》上映之後，鄭中基表示有路人見到佢會開始對住佢笑，或者一見到佢就覺得好笑，開始同佢講嘢。於是佢嘅世界突然間充滿咗彩色，充滿咗笑容。佢亦都忽然感受到喜劇嘅魅力，加上性格一直外向嘅佢，對出演喜劇亦都係手到擒來。佢講笑話，其他歌手拍笑片驚影響形象，佢本來嘅形象就係谷底，所以更加能夠放開嚟做，開拓咗新道路嘅 Ronald 根本剎唔住掣。龍咁威2003，我要做 model， 追擊8月15，高票房喜劇一部接一部。隨住喺電影入邊做自己，憑住一個接一個嘅賤男形象，佢嘅個人形象同口碑竟然漸漸回暖。就喺2004年拍攝追擊8月15嘅時候 ，Ronald 同電影女主角阿 sa 傳出咗緋聞。雖然兩個人不斷否認戀情，但係其實睇翻嗰段時間阿 sa 嘅採訪，甜蜜湧上微笑嗰個樣，就感受得到當時兩個人嘅感情。自己開唔開心啊？收到係咩啊？秘密唔話你聽，我見到你笑得好開心㗎。呢個係一個秘密。2005年 Ronald 推出粵語專輯 Before After， 當中嘅無賴唱到街知巷聞。由於呢首歌同佢嘅形象無限貼合，當年仲打敗咗陳奕迅嘅夕陽無限好，獲得咗金曲金獎。老實講，呢首歌如果俾其他人唱，可能真係達唔到咁樣嘅高度。太子回朝。2006年，鄭中基同梁漢文、方力申一齊主持 TVB 嘅《美女廚房》，憑借急才同埋獨有嘅幽默感，喺打開咗電影市場之後，亦都喺家庭觀眾嘅心中留下咗一個深刻嘅印象。之後佢持續拍電影，亦都開始接觸非喜劇電影，更加憑《老港正傳》第2次提名金像獎男配。2008至2009期間 ，Ronald 同阿 sa 兩個人相繼默認戀人關係。2010年，兩個人亦都分別表示已經分開，但係喺佢哋公布婚訊10日之後，2010年3月27號有媒體踢爆兩個人一早喺2006年喺美國已經登記結婚。當日傍晚，鄭中基同蔡卓妍共同出席記者會，宣告兩個人確實喺2006年已經結婚，但係而家亦都喺度辦理緊離婚手續。1年之後，2011年鄭中基被爆料，佢當時嘅女朋友前香港有線電視女主播余詩敏已經懷有身孕，於是兩個人奉子成婚，仲喺同年7月生咗個女女。2012
年 ，Ronald 迎嚟咗佢事業嘅另一個高峰，憑借電影低俗喜劇獲得咗金馬獎同金像獎雙重男配角獎，暴龍哥橫空出世。我想答多句，咁你哋仲有冇嘢要講下？冇就你自己講啦，咁即係你想？我想講由我出道開始，俾人印象唔係幾好，咁我亦都好冇令到大家跌眼鏡，我真係周不時都出事嘅。咁但係好彩我一世都好運，俾我遇到好多好錫我、好支持我，同埋冇放棄過我嘅人。我記得我出事之後，第一個揾我拍戲嘅係劉偉強先生。阿劉德華先生同我講，佢話浪子回頭金不換，由我唔識嘅嘢開始做，一路俾人鬧，因為我真係唔識，成日做錯嘢。谷德昭先生一路俾起我拍，咁亦都俾我學識咗堅持。大會頒咗呢個獎俾我，我覺得香港電影圈呢個大家庭開始接受我。我唔會同大家講我繼續努力，因為講係冇用，我會繼續做俾大家睇。多謝大家。2015年2月 ，Ronald 嘅二仔出世。2017年兒女相傳嘅鄭中基喺紅館開演唱會，楊千嬅登台助演，兩個人合唱完之後，仲嚟咗個世紀擁抱。2018年 ，Ronald 開始經營自己嘅油管頻道機動電視台 RTV。2020年疫情期間 ，Ronald 嘅頻道為好多居家隔離嘅人帶去咗好多歡樂同埋新意。隨住頻道嘅起飛，佢開始作更多嘗試，包括借助自己嘅能力同經驗地位去培養更多嘅年輕創作者。呢幾年 Ronald 都持續活躍，包括出演劇集《暖男爸爸》，飾演患上抑鬱症嘅單親爸爸，演技令人驚喜，更加獲得第5屆觀眾在民間電視大獎嘅民選最佳男主角。仲喺2021年舉行戶外自駕演唱會，門票喺開賣2個鐘之內就已經售罄，更加推出咗新曲加重錄專輯《玩咗先至瞓》，仲一推出就獲得咗香港唱片商會銷量榜銷量冠軍唱片。今年4月4號，佢主演嘅黑色喜劇電影《死屍死時44》喺香港上映，而 Ronald 主導嘅演員選秀節目《機動兵工廠》亦都喺4月6號開機。攝影大神，佢曾經用小號 Tiny Eyes 喺世界最大嘅攝影分享社區上面上傳自己嘅攝影作品大火，但係有一段時間網友並唔知道 Tiny Eyes 嘅真正身份，甚至有人封佢為香港攝影大神。至於攝影嘅緣起，又要追溯翻去墜機事件之後嘅嗰段空窗期。目前嘅事業停擺， Ronald 就去學咗好多覺得以後可能會有用嘅嘢，比如電影特技、Photoshop、剪接、攝影等等。好長嘅一段時間，網民都唔知道 Tiny Eyes 就係鄭中基。好多人會盜用佢嘅相。喺訪問入邊佢提到，有一次喺街上面佢見到有人將佢嘅其中一張相做成咗夜總會傳單，一大堆散落喺街上面，俾無數路過嘅人踩踏。佢見到當下非常嬲，索性就刪除咗個賬號。好多年之後，有人喺另一個社交平台發咗一批佢嘅相，佢見到之後實在忍唔住，實名評論咗嗰個人，原來就係你偷咗我影嘅相。結果呢一件事傳開咗，就大家都知道原來 Tiny Eyes 就係鄭中基。之後 Ronald 喺攝影分享社區上面重新開咗主頁，再都唔匿名，而係用名字縮寫作為 ID 重新發佈攝影作品。浪子回頭。鄭中基雖然長相一般，但係佢性格外向，為人幽默，加上家底豐厚，才華橫溢，或者又係因為佢係個雙魚座，所以佢向來異性緣都好好。佢嘅桃色新聞亦都從來不絕於耳。但係喺成家立室之後，隨住女女嘅誕生，佢直言自己雖然唔可以完全改晒一啲壞習慣，比如講粗口，但比起之前已經脫胎換骨，加夜蒲又黐家，一講起照顧仔女就滔滔不絕。咁我覺得佢而家小朋友需要我多過你哋需要我，你哋需要我出嚟陪你飲下酒、傾下偈、吹下水或者講下笑啫。咁但係佢冇朋友噶嘛，咁你點可以抌低佢咧？咁同埋即係湊小朋友唔係大家想象中咁容易嘅，即係你陪佢玩啫嘛，抱住佢其實好攰，即係唔係話好勞動咁樣，但係你好忙咯，即係成日都好忙。
隨住年輕時候嘅花 fit 漸漸退去，佢喺好多人心目中嘅猥瑣形象亦都漸漸消退。而家講起鄭中基，好多媒體會用浪子回頭去形容，而佢而家面對一切嘅自在同埋從容，更加係我覺得佢變得同以前最為唔同嘅地方。當然佢真係好好彩，家庭環境所帶俾佢嘅本身就係其他人望塵莫及嘅。除咗家庭環境，我哋仲可以見到佢喺每一個事業起飛嘅階段，都係捉住咗一個好順嘅勢頭，好似每一步都係踏喺浪尖上邊咁。呢一份幸運加上佢嘅天賦，同埋其實佢都係好願意去為自己中意做嘅嘢付出努力嘅人，先至可以令到佢到今日仍然喺呢個圈子擁有一席之地。當然有人會講，如果當年冇呢啲醜聞，佢一早就已經係歌神第二。但係我覺得以佢嘅性格同埋傲氣，如果當年冇發生嗰啲醜聞，佢之後會做出一啲咩更過分嘅事情，都係好有可能。嗰件事喺一個適當嘅時候俾咗佢當頭一棒，係真係名副其實嘅當頭一棒，先至可以有之後暴龍哥嘅出現。所以話命運啊，無論你而家經歷緊啲乜嘢，就等我哋一齊笑。